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匪类，台语安尼写，匪类。品性不端正，所作所为违反善良风俗，不为社会所接受，台语讲匪类。台语教典讲，匪类是咧形容人不学好，为非作歹。教育部国语词典讲，匪类是非我同类，也者是行为无正当的人。伊真匪类，常常出去花天酒地，钱开了就甲人借，互爸母是真切心。伊这个人心思无正，所结交的朋友嘛拢真匪类，你也是莫甲伊行伤远。伊少年的时阵，匪类学爸母，母甲弄家散体，即摆食老变孤单老人是真后悔。你知影伊以前有偌匪类无？是比匪类搁较匪类，也毋过人伊即摆已经浪子回头了。教育部台语教典讲，匪类嘛有浪费土地的意思。你实在真匪类，物件还袂歹，就想要单掉，毋通匪类拍算，就爱珍惜粮食，讲安尼才有福报。匪类的匪，土匪，你是土匪上，物件袂遮贵，匪经费。进前这条街啊，发生着经费庆战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匪类实在真趣味。